我相信龍珠係好多人嘅情意結，喺眾多嘅系列之中，GT 絕對係評價最褒貶不一嘅系列。無論係節奏超慢嘅開局，又或者係故事唔係由鳥山明操刀嘅事實，呢一切都係影響住觀眾對 GT 嘅感官。但反而係一套唔完美嘅作品，先至能夠創造一個令人依依不捨嘅結尾。Hello， 大家好，我係小喇叭，歡迎收睇動漫評論。今日我要長談嘅作品就係《龍珠 GT》，就同平時一樣，以下內容涉及嚴重劇透以及本人嘅主觀，如果冇問題嘅就繼續睇落去啦。GT 嘅故事係發生喺龍珠之後嘅10年，歷時10年，除咗悟空之外，所有人可以話係發生咗好大嘅轉變。該老嘅變老，該長大嘅長大。當年嘅小杜拉格斯已經成為咗膠囊公司嘅總裁，悟天就長大成一位掛住溝女嘅 playboy，悟空嘅孫女阿包就已經成為獨當一面嘅少女，就連魔人布歐嘅轉世歐布亦都長大成人，而長達10年嘅和平就被比拉夫三人組嘅詭計打破。就同以往一樣，比拉夫三人組都係企圖利用龍珠嚟征服世界，但係今次佢哋係用咗上一代天神留低嘅黑星龍珠，雖然力量係比而家嘅龍珠更加強大，但係代價亦都隨之增加，因為用咗呢一款龍珠之後，啲龍珠唔單止係會散佈全宇宙，就連當初許願嘅星球，唔係1年之內集齊翻7粒龍珠嘅話，咁嗰個星球就會自動毀滅。而悟空就因為三人組嘅狗屎撞棍，所以就累到悟空變翻細路仔。為咗避免悲劇嘅發生，悟空、杜拉格斯同埋阿包就踏上尋找龍珠嘅旅途。喺征程嘅開端，雖然係有啲不似預期，但係個過程都算順利。直至到眾人喺收集龍珠嘅中途，威脅宇宙安危嘅浩劫先至接二連三咁出現。因為龍珠嘅存在，並非只有主角團先至知道，而主角團喺征程嘅中途就遇到 GT 嘅第一位大反派，就係妙博士同埋 Baby。喺好耐以前，曾經有個叫做慈夫爾嘅民族被薩亞人滅族，所以當時僅存嘅慈夫爾人就用佢哋嘅科技嚟製造一個寄生蟲一般嘅生物武器，並且將慈夫爾王嘅 DNA 注入去個生物武器，跟住送到去太空。後來嗰隻生物武器就寄生喺主角團遇到嘅妙博士，跟住就利用佢嚟重新塑造多一個新嘅軀體俾自己。因此 GT 嘅大反派之一 Baby 就咁誕生。作為某種程度上繼承王之意志嘅 Baby， 佢嘅野心係唔局限於向薩亞人報仇，佢仲想將全宇宙嘅人變成慈夫爾人，企圖復興自己嘅民族。所以一開頭打唔過悟空嘅 Baby 就着草到去地球，洗晒所有人嘅腦，同埋佔領比達嘅軀體。佔領咗比達嘅軀體之後，就連超生悟空都打唔過 Baby， 但就喺千鈞一髮嘅情況之下，基比托神就出現喺悟空嘅面前，並且帶佢去到界王神界同老界王神一齊特訓。點知老界王神所講嘅特訓就係逼悟空生翻佢條尾巴出嚟，希望可以借此激發悟空體內原始嘅力量。而睇過 GT 嘅朋友仔都知道，老界王神博中咗。同 Baby 嘅決戰，悟空終於掌握到巨猿嘅力量，並且蛻變成為整個龍珠系列最型嘅形態超西4，跟住收咗 Baby 嘅皮。雖然 Baby 已經收咗皮，但係地球嘅危機依然存在。多得 Baby 洗晒所有人嘅腦，並且利用黑星龍珠嚟創造1比1復刻嘅慈夫爾星，所以主角團係冇喺時限之內集齊黑星龍珠。因此，所有地球人就被逼喺慈夫爾星避難，而魔童為咗避免後人濫用黑星龍珠，所以就決定同地球一齊自爆。事後，主角團就用咗娜美星嘅龍珠嚟復活地球，但就喺呢個時候，地球嘅龍珠似乎開始有啲異樣。喺另一邊，早期被 Baby 殺死嘅妙博士就喺地獄同紅帶軍嘅基洛博士聯手製造超17號，企圖向悟空復仇同埋破壞地球，但係連鬼都知道佢哋係冇可能會達到佢哋嘅目的。
不過佢哋都係對地球造成一定嘅傷害，所以主角團就諗住用地球嘅龍珠嚟修復地球嘅瘡疤。但係今次即將會係眾人最後一次濫用龍珠，因為主角團集齊龍珠之後所召喚出嚟嘅嘢唔係大家所熟悉嘅神龍，而係一條充滿邪氣嘅邪惡龍。據老界王神嘅說話，邪惡龍存在嘅原因係因為人類喺極短嘅時間之內接二連三地濫用龍珠，造成龍珠係冇足夠嘅時間去驅散每個願望所生產嘅負面能量，而每一條邪惡龍都各自代表住地球人使用龍珠嘅一刻。即係話今次嘅危機係地球人親自種下嘅因果，所以悟空又再次踏上尋找龍珠嘅征程。從2星龍去到7星龍嘅討伐過程嚟睇嘅話，邪惡龍篇似乎又係另一個所有人都可以全身而退嘅篇章。直至到超1星龍嘅登場，我哋先至意識到邪惡龍篇絕對唔係一個其樂融融嘅篇章，因為喺超1星龍嘅威壓之下，就連超4格比達都未能及時阻止超1星龍，並且敗下陣來。喺咁嘅情況之下，地球仲有未來可言嗎？喺眾人絕望之際，主角團就企圖作出最後嘅絕望反抗，為自己嘅家人爭取時間離開地球。而被埋起深淵嘅悟空就用盡剩低嘅氣力，使出超級元氣彈，並且了結超1星龍呢個災厄。雖然地球終於回歸正常，但係決戰嘅結束亦都意味着依依不捨嘅道別。因為就喺超1星龍作出最後反抗嘅時候，處於普通狀態嘅悟空似乎已經感受唔到任何超1星龍嘅攻擊，暗示緊悟空喺嗰個時候可能已經係死咗嘅事實。其實邪惡龍篇作為 GT 嘅最終篇章，可以話係意義非凡。邪惡龍篇除咗係強迫地球人去面對自己種下嘅因果，停止對龍珠嘅依賴，同埋教曉地球人承擔後果，顯示着所有人都有實質性嘅成長之外，其實最重要嘅都係其溫暖但又果斷嘅收尾。打完超1星龍之後，悟空就騎住神龍向無限、龜仙人以及魔童作出最後嘅道別之後，就同神龍一齊飛向空中，同7粒龍珠融為一體，象徵住龍珠同埋悟空嘅消失。時隔多年，當年仲係少女嘅阿包已經變成人哋嘅阿嫲，而且仲有個同悟空生得一模一樣樣嘅孫仔。就喺第64屆嘅武道大會，當阿包支持緊自己嘅孫仔悟空 Junior 嘅時候，有一瞬間，阿包仿佛就喺觀眾群裏見到自己思念已久嘅爺爺，但就喺一瞬之間，自己嘅爺爺亦都消失喺人群之中。到最後 GT 就喺悟空同熒幕前嘅我哋作出最後嘅道別之後完結。究竟阿包見到嘅係咪真係自己思念已久嘅爺爺呢？我唔知，但係我知道悟空帶俾我哋嘅歡樂，永遠都會俾我哋銘記於心。轉下眼 ，GT 已經係一套29歲嘅原創電視動畫。依家 GT 雖然喺大部分 fans 嘅心目中係有着神聖一般嘅地位，但係 GT 喺當年啱啱推出嘅時候 ，GT 並非係一個普遍被接受嘅續作。我唔知當時東方嘅觀眾對 GT 係抱有啲咩睇法，但係我知道西方嘅觀眾對 GT 呢個系列感到鄙視嘅現象係持續咗一段嘅時間。淨係個故事唔係出自鳥山明筆下嘅事實，就已經足以令到西方嘅觀眾為 GT 呢個系列冠上 non-canon 嘅稱號，而 non-canon 嘅意思即係非正傳咁解。但係呢一個都只係爭議嘅開端。其實如果 GT 嘅故事係寫得好啲嘅話， GT 係唔至於會俾西方嘅觀眾彈到咁差。我最近重睇翻 GT 嘅時候，先至發現其實 GT 嘅定位係有啲飄忽。GT 頭20集嘅故事都係諗住用翻悟空細時候4維冒險嘅敘述方式嚟埋下情懷，但係要睇慣龍珠 Z 嘅觀眾突然轉翻去適應一個咁悠閒嘅故事同埋節奏咁慢嘅敘述手法，我就覺得唔係咁合適啦。再者，悟空話晒都係一個能夠隨手破壞星球嘅人，你要佢突然變翻去細路仔，傻更更咁四處遊蕩，而我就覺得呢個特點係令到有啲觀眾一時之間係難以接受，而節奏較慢同埋悠閒嘅敘述手法係持續到去 Baby 篇先至消失。
雖然 GT 喺 Baby 篇就已經開始轉態，嘗試去行翻 Z 嘅路線，但係就因為悟空變翻細路仔呢個元素，就衍生出第二個問題。而呢個問題係去到龍珠超嘅動畫都仲存在，而呢個問題就係悟空突然間降智嘅現象。因為悟空喺好多嘅情景似乎係唔識得分輕重，該認真嘅時候佢又仲喺度傻笑。我簡單咁舉個例就係，當悟空俾超一星龍打回原形嘅時候，已經冇晒氣力同埋計仔嘅悟空，反而係坐喺度傻笑，令到一個本該令人感到絕望嘅情況，突然增添一種莫名其妙嘅氛圍。而呢個問題係導致到定位飄忽嘅問題更加嚴重，因為你根本就唔知佢想行翻 Z 或者係輕鬆氛圍嘅路線。而第三個問題雖然係一個小問題，不過我個人就覺得有啲可惜嘅係，以前有多少戲份嘅角色，例如悟飯、悟天同埋杜拉格斯喺 GT 裏面，佢哋全部都淪落為悟空專用嘅充電寶，完全扼殺佢哋作為角色嘅作用同埋戲份。就連比達都淪為人肉沙包，一直俾人砌，直至到邪惡龍篇嘅尾段，比達先至叫做變翻個超四，企喺悟空嘅隔籬做下二奶咁。所以如果你真係要數嘅話， GT 嘅瑕疵係多到不得了。不過講咗咁多， GT 都唔係一個一無是處嘅續作。個人認為 GT 做得最成功嘅嘢，就一定係發明超四呢個形態出嚟。龍珠推出過咁多個形態，超四到依家都係外表最出眾同埋最具有創意嘅形態。個形態係好到就連近期嘅龍珠大魔都要重新搬翻超四出嚟炒下熱度。咁講到變身，其實我都覺得歐布嘅變身係幾好睇嘅，但係好可惜嘅係歐布贏咗唔夠3分鐘，就已經淪為成個系列嘅人肉沙包，根本無可發揮。其實 GT 唔係冇好嘅概念，但係就因為佢冇發掘好呢啲概念嘅可能性，所以就導致 GT 嘅潛力同埋觀賞性大減。咁 GT 第二個令人深刻印象嘅特點就一定係佢嘅主題曲。我相信就連唔中意 GT 嘅觀眾都會認同嘅一點就係 GT 嘅主題曲係成個 IP 裏面最受歡迎嘅歌曲之一。以防你哋唔知道呢， GT 嘅主題曲其實係一首情歌，一首關於一位男仔逐漸墮入愛河嘅情歌。但係好奇怪地，一首情歌反而同龍珠有種奇怪嘅緣分，並且做到佢嘅主題曲。到最後，個人認為邪惡龍篇喺概念上係一個好好嘅篇章，因為一開始利用地球人濫用龍珠嘅行為作為反派嘅動機，就已經係開咗個好頭，並且以人類停止對龍珠嘅依賴作為系列嘅結束，形成一個前呼後應嘅篇章。但係就同我頭先所講嘅問題一樣， GT 係去到邪惡龍篇都唔係好肯定佢想行一個好認真或者係一個好輕鬆嘅氛圍，導致到所有人喺邪惡龍篇嘅最後2-3集先至開始認真對待邪惡龍呢個浩劫。但係如果邪惡龍篇一開始就採用龍珠 Z 嘅風格，塑造一個較為認真嘅故事氛圍嘅話，咁我相信 GT 嘅結局係會變得更有感染力。雖然 GT 作為龍珠嘅續作之一，的確係有着唔少嘅爭議，但係對我嚟講， GT 已經係龍珠嘅結尾，而其他喺 GT 過後先推出嘅系列，我都當佢係發生喺 Z 同埋 GT 之間嘅故事，因為 GT 係唯一一套俾我哋一種真係完結並且再冇後繼嘅感覺。到最後，無論係令人刻骨銘心嘅主題曲、節奏超慢嘅開頭、冇發掘好嘅橋段，以及令人不捨嘅結局，呢一切都係造就 GT 喺眾多 fans 心目中嘅地位嘅重要元素，缺一不可。一旦缺少其中一個元素，咁佢就唔會係我哋所熟悉嘅龍珠 GT。咁今日嘅時間做得咁上下啦，中意條片嘅話就記得俾個 like 同埋訂閱個 channel， 但係最重要嘅就梗係 share 俾你哋嘅朋友睇啦。咁我哋就下條片見。